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1，耶利米哀歌3章31到32节安尼讲：因为主的确无永远去杀人，主虽然互人忧闷，犹阁要照伊百般的慈爱发出怜悯。三甲来祈祷，无永远去杀阮，要照你的慈爱怜悯阮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伫阮所拄到的境遇甲环境中，时常充满济济的挑战甲艰难，也常常互阮感觉灰心甲失志。主啊！阮感觉家己已经得的无法度喘气，也已经想要放弃的事，总是你互阮知，你的手要扶持阮，互阮伫艰难中无跌到绝望。主啊，有时阮忧闷甲无气力，有时阮毋知要怎样行，总是阮相信你的怜悯会亲像暗暝过了的天光，你的慈爱会伫软弱中显出气力甲毋忘。主啊，因为你的确无永远去杀阮，你虽然互人忧闷，犹阁要照你百般的慈爱发出怜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